歡迎收睇 Learn Cantonese Literally。今日我哋聽故事學廣東話。以下嘅故事嚟自細說新語，有超過1500年嘅歷史。我會好慢咁讀一次先，然後再用日常語速讀一次。大家可以留意以下嘅詞語：東面、東面，上面、上面，鍾意、鍾意，學、學，送、送，羽毛、羽毛，成日、成日，胃口、胃口，唔舒服、唔舒服，寵物、寵物，自由、自由。事不宜遲，聽故事啦！從前有個叫做芝頓嘅出家人，大家都叫佢芝公。從前有個叫做芝頓嘅出家人，大家都叫佢芝公。佢住喺禪院東面嘅卯山上面。佢住喺禪院東面嘅卯山上面。芝公好鍾意學，有朋友就送咗2隻鶴仔畀佢。芝公好鍾意學，有朋友就送咗2隻鶴仔畀佢。2隻鶴仔仲細嗰陣，唔係好識飛。2隻鶴仔仲細嗰陣，唔係好識飛。但係隨住佢哋嘅羽毛越生越豐滿，佢哋都開始成日拍翼，好似想飛咁樣。佢哋都開始成日拍翼，好似想飛咁樣。芝公睇到，心裏面開始驚佢哋遲早會飛走。芝公睇到，心裏面開始驚佢哋遲早會飛走。
所以資工決定剪短殼仔對翼啲羽毛。所以資工決定剪短殼仔對翼啲羽毛。之後，當兩隻殼仔又再拍翼試飛嗰陣，佢哋發現自己已經完全飛唔起啦。佢哋發現自己已經完全飛唔起啦。佢哋擰轉頭望向自己對翼，好似垂頭喪氣咁樣。佢哋擰轉頭望向自己對翼，好似垂頭喪氣咁樣。資工見到自己心愛嘅殼成日冇嚟精神，又冇晒胃口咁。資工見到自己心愛嘅殼成日冇嚟精神，又冇晒胃口咁。自己心裏面都唔舒服，忍唔住對殼慨嘆。自己心裏面都唔舒服，忍唔住對殼慨嘆。唉，你哋本來應該係喺天空翱翔嘅大鳥。唉，你哋本來應該係喺天空翱翔嘅大鳥，又點會甘心俾人養，做俾人幻想嘅寵物啊？又點會甘心俾人養，做俾人幻想嘅寵物啊？於是資工決定好好照顧兩隻殼仔。等到佢哋被剪過嘅羽毛都生返晒出嚟之後，資工就帶佢哋出去外面，放佢哋自由。資工就帶佢哋出去外面，放佢哋自由。最後，兩隻殼喺資工依依不捨嘅目光護送之下，拍翼飛走，投入天空嘅懷抱。拍翼飛走，投入天空嘅懷抱。而家我哋重溫一下
以下嘅詞語：東面、上面、鍾意、學、送、羽毛、成日、胃口、唔舒服、寵物、自由。多謝收睇，讚好、留言、訂閱 Learn Cantonese Literally 啦！